后来过来，今仔日过来增加到13例本土确诊的病例，因去过所在嘛愈来愈快。当中有3例，甲台北市艋舺茶艺馆的群聚感染有关系。这个茶艺店目前累计总共是有6个人来确诊，其中佫出现着不明的感染源。台北市政府嘛针对这个疫情来召开着记者会，来听因上新的讲法。万华的这个清茶馆相关确诊人数已经达到6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万华分局已经列清册检查过的在万华分局有列明的172家万华地区的清茶馆跟饮酒店暂时停业3天。我们要匡列那个危险地区的高危险传染地区的民众，这样北到桂林路，南到和平西路3段，东到康定路，西边到梧州街在这个范围内停止群聚性的饮食行为。更精确的讲就是那种脱下口罩有开口的，比方说你说我们能不能聚在一起合唱？当然是不行。所以在这个地区的群聚性饮食行为呢后来今仔日所公布的确诊的病例当中，有3例甲这个万华这个艋舺茶艺馆有关系。因去过所在嘛愈来愈快。台北市长郭文铁来宣布，772间茶艺馆甲酒店暂停营业3天，同时宣布着高危险传染地区伫咧抗疫的路段内底暂停群聚性的运输的行为。